大家好，我係6A 班嘅袁思琪。今日我會講關於體積同埋容量嘅知識。首先，一粒係一塊積木，佢係一個正方體，佢嘅邊長係1cm，佢嘅體積係1cm3。因為佢嘅邊長係1cm，所以我哋可以將1cm乘以1cm再乘以1cm，可以計出佢嘅體積係1cm3。而一個係透明膠盒，佢都係一個正方體，內部嘅邊長係1cm，因為佢少咗一個面，所以佢可以裝一啲物件嚟表示佢，即係表示佢有容量。我哋可以試下將呢個體積係1cm3嘅積木擺入一個膠盒裏面，可以見到呢塊積木可以啱啱好擺入一個膠盒裏面，所以表示呢個膠盒嘅容量係1cm3。呢一支係吸管，佢最多可以注滿1毫升嘅水，而一支吸管啱啱好可以裝滿1毫升嘅水，所以我哋可以試下將呢支吸管裏面嘅1毫升嘅水注入一個膠盒裏面，可以見到呢個膠盒可以裝滿1毫升，啱啱好可以裝滿1毫升嘅水，所以表示一個膠盒嘅容量係1毫升。透過呢個實作，我發現只要係體積係1cm3嘅物件，佢嘅容量就係等於可以裝到1毫升嘅水。多謝大家。